咱来讲通讯软体赖顶头有一个叫做台语小帮手的口罩，咱若加入去内底，问起各项台语方面发音的问题，都会自动甲咱找资料回答。原来这就是一个电脑工程师王昭同为着要教家己查某囝台湾话，特别设计出来，还佫真好意，开放予所有的民众做伙来运用。 有时起跟有时归跟狗野的跋落手骹。甲册本掀开，甲囡仔做伙读，但是一开始接触到台语课本，会晓讲台语的王昭同，却是看无课本内容。阮祖囝伊放暑假的时阵，伊摕伊的台语的课本转来嘛，我就陪伊伫遐掀，掀的时阵发现讲，话术你真正毋知影台语要安怎讲，所以就算看伊安尼写，你嘛念袂出来。 所以我就想讲，安尼我就去网络啊查。网络找资料，发现爱台语的网站，加上囡仔听机器人的声，学习较趣味。所以有工程师背景的王昭同，利用网站开放授权的资源，开发出台语小帮手，嘛分享给有需要的家长。我伫咧检查囡仔的功课的时阵，因为有时阵同学之间嘛无一定知影。 家己伫咧厝的时阵，用手机就是上网查或者是 App 的时候，这样就比较快可以得到答案这样子。那像他这个台语小帮手，就是已经把资源都整合起来了，对，那查询上也比较方便。虽然网络顶有侪甲台语有关系教学网站，但王昭同将各种资源整合，使用起来更较方便。既然我有感觉我家己有这个需要，我就做一届甲迄资料拢整理好，互 上简单的使用方式安尼，大家家长就有需要的人，伊就免讲我搁去追查，我搁先知影讲，迄个网站伫对，我搁记讲迄网站要怎使用安尼。王昭同除了开发台语小帮手，嘛有其他可别的工具，但是伊讲开发这寡工具的目的，并毋是要要求小朋友的成绩，是希望囡仔伫学习过程有乐趣，用家己的专长陪囡仔大汉。记者杨淑晴、林坤明、张玉水采访报道。